咱的青年的对书的顶面。先咱要来吟诗，咱要来吟342首的诗。今仔咱的对书的程序是咱要先吟这首诗，吟到第50个时阵，咱要请咱的亲人的相片，有放伫头前咱这亲人徛来头前这个所在，咱确定要做阵来对书，然后无相片放伫头前的，无表示咱毋免对书，因为这个人摆伫咱的教会，甲咱做兄弟，甲咱做姊妹，咱徛伫一个基督的体内面，平平拢是遗体，咱来孝养这个遗体。所以，咱咧吟这首诗的是最后一节第50个时阵，咱请这个相片放伫头前，这伊有关的这个事实，甲这个亲人徛在头前的所在。咱这首诗吟诗煞了，后续会读一段圣经节，了后咱就要进入一个默祷，对书默哀，然后到会放一段音乐，1分钟的默祷了后，后续会带领大家做阵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，互咱会知影咱整个今仔日的对书的状况。咱要做阵来吟342首，342首伫主听堂内面，既然有大福气。兄弟姊妹交陪三亲，日地哪准天？咱徛起来吟全首342首，第吟第50个时阵，请咱这亲人来头前来一只听。先咱要来听两段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的1章第3节。原来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，就是人民的爸，手持逐样安慰的上帝，伊就保罗。阮伫逐样患难中，伊安慰阮，为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，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。因为亲像基督的艰苦满出来交伫阮，阮的安慰也对基督满满。阮的是受患难，是要做恁受安慰甲得救的路用。
迄是受安慰，是要做恁受安慰的路用。一个安慰，互恁为吞忍艰苦，照阮所拄着的一样。有阮所替恁望的是坚固，因为知恁既然有份伫遮的艰苦，就有份伫安慰，也是安尼。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第7节，是讲上帝奥妙中的智慧，前所不捌的，就是上帝伫万世代以前所大声定着，互咱得到荣光的。是照所记载讲，目睭袂捌看见，耳孔袂捌听见，人的心袂捌想到的，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，既然所备办的。咱要对思，咱遮的过去遮的亲人，是咱的祖先，也是咱过去甲咱生活，咱看了真久，遮的亲人，也说已经离开咱，到伫上帝迄个所在，咱就会当用互因的相片，也是因留落来声，然后来孝念伊过去在生的时阵，即个地面上信仰所行的，通过安尼来孝念因，总是咱嘛有一个安慰，上帝听，上帝信仰伫因的中间，互因会当离开即个世间，到伫上帝迄个所在，成为咱上界大的安慰。记住咱即个地面上要安怎样继续来跑走，将来同款，咱永远要到伫上帝迄个所在，咱要来亲自去着咱的亲人，愿上帝安慰伫咱的中间。即个时阵，咱要请所有的会众嘛做阵起立，头前遮少年了相正，伫主内面相做一体，咱用静力对思1分钟的时间来做阵来对思。今日、明日会主阮上帝，以后时间会流过，是遮尔啊快速。我今仔日徛伫圣殿的中间，而且对阮所敬听、阮所意爱、所怀念的遮个亲人兄弟，我伫即个所在来孝念伊。上帝，你互因会当伫即个世间行过世间的日子，搁掠了即种信仰，活出上帝你的尊贵，伫即个地面上，互上帝你来演。啊，上帝你接纳因，到伫上帝你为着因备办天的造价，这个拢是阮历代的圣道。上帝你施落恩典伫因的顶面，互阮对你心底大大来感谢你。请你听阮的亲人，嘛安尼来听阮，互阮透过追思清楚知影，上帝你伫逐世代咧竞选你所要找用的人，诚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圣道。因经历着主你的引带伫即个世间的困难甲活口，我嘛要安尼来经历着主伫即个世间，互阮诚做上大的活口。因伫即个世间捌做光做盐。愿意愿爱安尼
来活出上帝你爱阮活的款式。恳求主你，互阮得到信心的开展，通坚守阮所信的，顺探你的诫命，甲生活的模样。求你互阮会当对头到尾坚持，阮所对你得到即种救恩的即种恩典，伫骹步咧山顶动的过程中间，无互阮外在环境来影响。而接来阮遮亲人，伫上帝国，互阮会当伫即个地面上邀活着阮遮的所有兄弟甲亲人，继续来跑走，是为着要陪伴将来，阮嘛会当伫上帝你为着阮陪伴，迄个水荣耀的祖家所在，阮要甲伊相较有见面的机会。遮着阮对亲人的对思，遮着阮对因的怀念。有时阵到伫清明的时阵，想起即种人类，阮有可能情绪上阮无法度来家己控制，感觉因了过活伫即个世间，才偌年啊好，总是你甲阮勉励，阮人生是真有限的，阮有一天嘛是要安尼来结束。主若是安尼时，阮要留落啥物伫阮的亲人的中间？阮要留落啥物是伫兄弟的中间？阮要留落啥物伫上帝你的面前？若是安尼，阮可以当清楚知，阮的人生的跑道顶面头前还阁真长，阮需要继续来跟缀主你的脚步，直到路尾。愿主你亲自你的信心，伫遮做安慰甲扶持，看护保守阮，邀活伫遮的亲人甲遮的兄弟姊妹中间，互阮激励，透过对事少年清楚知，有一天阮嘛要互少年，若是安尼，阮会留心。求主你看顾，求主你安慰，求主你扶持，互阮会当伫短暂的过程中间、哀伤的过程中间，看见主你的同在，你的圣手、主爱圣手，要牵阮继续跑走一条华明的道路。安尼，愿主你将这安慰放伫遮的种亲人的中间，甲阮所有兄弟献上感谢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祷。这亲人会做，会做，请